再来看台中甲中华的肉品市场电脑拍卖系统，伫昨日互骇客入侵哦，要求爱付比特币来解决。台中的肉品拍卖嘛，延5点钟才开始，中华不得已嘛停止交易，警方哦嘛在调查。传统市场拢无啥人，猪肉担做阵公休。中华关肉品市场在1号传出电脑拍卖系统被骇客入侵，无法度休市停止交易一天。第四加两天，真侪猪肉担拢无营业，卖猪肉制品的餐饮店家首先受到影响。传统的肉摊，只要今天没有杀猪肉，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营业，这很正常的。今天早上的早市所有的肉摊几乎都没有人在营业。影响着这个猪店，人客无啥供应啊。人要卖啊，讲猪肉是安怎啊？中华关肉品市场表示，骇客入侵电脑威胁，要求支付比特币赎金，马上顺 SOP 流程报警。开机完了以后，就发现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那个框出现，被那个勒索病毒入侵。一天的营业额有2000多万，这个是营业的损失，还有我们那个所有的资料的落实，这个是没有办法估计的。台中市大安肉品市场也伫咧同一日早起拄到骇客入侵，紧急抢修恢复电脑系统，拍卖作业延迟5点钟了顺利进行，总共是成交1678只猪，无影响到市场的交易。肉品市场已派代表至本分局完成报案，那本分局正由侦查队与刑事警察大队、科技侦查队进行数位监视，追查 IP 连线记录及遭害的来源。台中市大甲分局甲市兴台得到消息，展开数位监视，追查 IP 连线记录。台中市农业局是要求大安肉品市场对相关治安事件提出改善计划。记者中部报道。